好，題目就話 f(x) 係呢嚿嘢啦，OK，第9題啦 ，f(x) 等於呢嚿嘢啦，跟住同你講 f(x) is divisible 啊，is divisible 啦 by x 加 k 啦，咁就 find the remainder when f(x) is divided by x 加1啦，OK，咁如果 divisible by x 加 k 嘅話咧，即係 f 負 k 係0咯。f 負 k 係0嘅話，將成條式代翻入去咧，你就會得到負 k 嘅3次啦，加 k 乘負 k 嘅2次啦，加5乘負 k 啦，咁加10咧係等於0嘅。OK，負 k 3次即係負 k 3次啦，呢個即係 k 2次啦，乘埋即係 k 3次啦，加5乘負 k 加10咧等於0嘅，最後 k 係等於計到2嘅。OK，因為 k 等於2嘅時候咧，成個 f 就 update 咗咯。OK，咁就變咗 x 3次加2個 x 2次加5x 加10啦。咁最後將呢一個 x 加1咧擺翻落去啦。擺我哋嘅 remainder theorem 咧 f 負1咧係等於負1嘅3次啦，加2乘負1嘅2次啦，加5乘負1啦，最後加10啦。咁你會計到最後答案應該係6嚟嘅。答案咧就係 C cat。OK。